耶穌基督嘅降生係咁樣嘅。耶穌嘅母親瑪利亞同約瑟訂咗婚，仲未成親就由聖靈懷咗孕。佢丈夫約瑟為人正直，唔願意公開令到佢難堪，就想暗中同佢解除婚約。當佢正喺度思想呢件事嘅時候，主嘅使者就喺夢裏邊向佢顯現咁話啦：大衛嘅子孫約瑟，唔好怕，將瑪利亞娶過嚟，因為佢所懷嘅孕係由聖靈嚟嘅。佢要生一個仔，你要同佢改名叫耶穌，因為佢要將佢嘅子民從佢哋嘅罪惡裏邊救出嚟。呢件事應驗咗神藉先知所講嘅預言，話將有童女懷孕，佢所生嘅仔，世人要尊稱佢為以馬內利。以馬內利嘅意思係上帝與我哋同在。約瑟醒咗，就遵從主嘅使者所吩咐嘅，將瑪利亞娶過嚟，只係喺細佬哥未出世之前，並冇同佢同房。個細佬哥生咗落嚟，約瑟就幫佢改名叫做耶穌。耶穌喺猶太嘅伯利恆城降生嘅時候，正係希律王當政。當時有幾位天文學家由東方嚟到耶路撒冷，佢哋四處咁樣打聽猶太人新生嘅王喺邊度呢？我哋喺東方睇見佢嘅星，特登嚟朝拜佢嘅。希律王聽到呢個消息，就大大嘅感到不安。耶路撒冷全城嘅人亦都同樣唔安樂啊！希律王就召齊咗所有嘅祭司長同民間嘅律法教師嚟，佢問佢哋：基督喺邊度降生呢？佢哋就回答啦：應該係喺猶太嘅伯利恆啊，因為有先知預言咁樣講。猶大嘅伯利恆啊，你喺猶大國君王裏邊並唔係最細㗎，因為有一位君王要由你嗰度出嚟，牧養我嘅子民以色列。於是希律王就私下召見嗰幾位天文學家，好細心咁查問嗰粒星出現嘅時間，跟住又打發佢哋去伯利恆，吩咐佢哋話：嗱，你哋去仔細嘅揾嗰個細佬哥，揾到咗呢就翻嚟報信，等我亦都去拜見佢啊！佢哋聽咗希律王嘅吩咐，就繼續行程啦。嗰粒出現過嘅星星就喺前邊引領住佢哋，一直嚟到個細佬哥所在嘅地方，就喺上邊停咗落嚟。佢哋睇見嗰粒星星就好歡喜，佢哋即刻走入間屋裏邊，睇見細佬哥同佢嘅媽媽瑪利亞，佢哋就俯伏喺地下上邊拜佢，跟住呢又打開裝禮物嘅盒，獻上黃金、乳香、沒藥作為禮物。佢哋因為曾經喺夢裏邊得到上帝嘅指示，唔好翻到去希律王嗰度，於是就改道翻去佢哋自己嘅地方啦。佢哋走咗之後，主嘅天使又向約瑟報夢話：因為希律王要尋找呢個細佬哥，將佢殺死，所以你要趕快起程，帶細路同佢嘅媽媽逃去埃及，住喺嗰度，一直到我再通知你為止。於是約瑟起身，帶埋細路同佢嘅媽媽，漏夜起程去埃及，一直住到希律王過身。呢一個就應驗咗主藉先知所講嘅：我由埃及召我嘅仔出嚟。希律王發覺自己被天文學家愚弄，佢就非常之嬲啦。於是呢，照住佢哋所講嘅時間去推算，下命令將伯利恆一帶2歲以下嘅男仔全部殺晒。呢個正係應驗咗先知耶利米所講嘅：在拉瑪聽見號啕大哭的聲音，拉結正在為他的兒女哀悼，一切安慰盡歸徒然，因為他們都死了。希律王死咗之後，主嘅天使去到埃及，喺夢裏邊向約瑟顯現話：
要殺害個細路嘅人已經死咗，帶個細路同佢嘅媽媽返以色列去啦。約瑟就即刻起程，帶個細路同佢媽媽重返以色列。約瑟聽講亞基老繼承佢父親希律做咗猶太王，就唔敢返去嗰度。同時又因為喺夢裏邊得到指示，就起程去到加利利，嚟到拿撒勒城，並且喺嗰度定居。呢個又應驗咗先知嘅預言，佢要被稱為拿撒勒人。